伤害，唔应该了解，所有誓言都会改变，唔讲唔痛爱，已经唔从头摆。默默爱，会唔会改变？唔改变，用心去听，心中的声音，一定了解，会了解。所有的梦都会唔见。痛爱已经行经呀。阿妹，你有冇看到菲佣咯？唔知咧，大早都出去的。哎呦，那你上班啊？从咩啦？也是工地做世家，你苦天做事情，条件样限制，失班了哦，你放假起来吃一场。哟，太搞出安尼，肯定系见笑你哦。但是想哟，马个事情安尼好笑，原来阿夫啊，后尾安尼思维嘅地方，必则空出来，规则思维做出来看你。结果样的哦，啊，既然啊，出安尼良书难定思维安尼算啦，鬼火茶当好嘢，肯定系见笑。啊，是猜哦。好笑嘛？我就转去咧，我做唔得出来踢球。啊，新也冇看到，阿房基本要做班，啊，不样还要看唔到。出来跳球咧，想要亲爱，太高太瘦，我要亲爱。其下就说包铁汉的无，我亲本家就亲嘛。等下，等去，我冇过来。唔怕，拿本爱，拿做一本也未改啊。改也做唔到，喊都冇改。用我嚟讲咯，權起贏嘅，我用係出用嘅啊。来用陪你。
欢喜样出做点样。呀，世界上本来出无人想样会出做点样的，但是我总会知，我做嘛的事情，我的目标会嘛改。哎，我知的，唔较好做，其也着做本来浪过嘛，我也做唔起啦，忘交本以后的啦，你用安样讲啊？我用会讲。我唔系那意思啦。正经，正经，你敢发誓？我发誓。好，我也是麻烦的。你哈，做嘛请你个？我去讲清楚啊，我不准去讨论啦，做唔得去啦，因为做唔得去，做唔得就会做唔得啦。要做事情讨唔得啦。你去，我出门抢你。啊，好啦，我答应。做唔得骗人哦。好啦，你讲的哦。好啦。好啦，我就准。让你聊边哦。点啊，电啊，有事情啊？俺有个事情。啊，你有那个事情。朋友会做设计师，哎呀，没懂项目嘛该战胜，偏偏那个是来把讲会谈的那个意思。朋友上会读书，来做者再想解决办法。唔正经因为俺有个想要寻事情做，你比到去读书系嘛？咁唔系啊，但讲还有别个原因。伊想要走，心上规身因管拢也不卡，伊想要自由。迄个人讲的啊，我可能根本就唔了解伊，老到其他唔穷样，想去输到也烂地方做门事，规日来让来送去迄毛。我冇想去老人家。面对现实做得嘛？就像我们敢面对俺因为一切让我们当作会假狗的事情，来讲会错嘛？你想用的？我想抢兵数，兵数。唔系唔兵数，让贵妇扛你，让爸让妹，让公让太嫂，全部都被人用家本做朋友。迄本做硬硬咪冇办法啦，古总还拜托，兵数好冇？我咋个笔记的？我怎么解兵数？我相信做得本地幸福老安天的年轻人，我怎么解兵数啊？骗你啊！你有做得本地嘛解？万天那一大片，你绝对无法度本地幸福嘅。马该幸福，幻天，阿芳，我再叫自作多情好冇？你从细出汉呢，脚都怪怪，马该话术唔讲，专门唔骗人讨人做唔敢做的事情，也很睇人，很穷样，唔知见少冇？
本来特别很用的，无人讲遐事情，出来又讲无爽气。伊个连土本用寸干一甲开做伊，啊根本就无人用当做伊来对数。安妞哎，安妞哎，这讲样呢？你就人会上来嘛？无啦。安妞哎，我上清楚诶，安尼拖还没办法，同爱叫我离开也好无？金宝啊，甲土粉用吼，去使用点吃啥啦，顺沙出去行行啊。好。阿妹比你吼，做嘛较唔拼。粉用啊，哪个事情都看到心肝肚。唔用啥结婚后啊，感情迄好啊，你主动地位，还有地位，晓得无？做用啦，对社会的话，一般的感情啊，你表示出来啊，就做得嘞。免提啦。你使去啊？手的动向有条重样。无安尼，无安尼。好，等下来吃看下看，然后量下看。可是有特长些些。人才唔mau，好山虎比好人才。来看你哋把先天的嘛。来看是快的，俺眼光啊唔会差啊。照月亮两股真紧真好看呢。你冇注意系冇？不搞嘅事吼，你就唔是小的啦。虽然了下不靠地图其他嘅人冇乜嘅赞赏，不过
也很有机会嘅，若要咱天寿嘅，就算讲，下年结婚以后，咱也会本年诞生两只新嘅嘅。你等我拿点，拿一下。俩，迄个前几日买嘅，送你。来嘛，俺无嘛爱买线啊，不过条家讲，老掠拢久，先批会去啦。你也挺贵嘞，你讲俺总得数。掠就输你啊，你就收下来嘛。你讲莫对俺好，对你好是应该啊，你就收下来嘛，你就收。你讲，俺唔知对你对我。唔会啦，你就收下来嘛。
来倒呀？今日来入花，哟，牛马当时都无带喏。今日我上过嘞，因总得让下去。阿娘个，你用啥物讲好诶？爷个唔做就这样得啦。没有，安尼个，你真给他做呀？老弟讲啊，甲本来，真经用暗好迄么？朋友，嘿啊，其实我讲伊迄外面，我推佢讲。唔退讲啊？阿娘诶，老弟讲清楚，唔想讲伊迄外面去。朋友，你老佢讲啊？安尼讲，你老佢讲，娘诶，老弟讲，我做嘢唔怕，唔是驚伊，講嘛。你唔是驚，你就講出來，你是甲我講，阿娘嘅，朋友，我病啊！朋友，老婆，從細阿媽專用，根本係切都唔會用嘅。你想用啊？別人都冇的，你管你什麼？小心嘅，唔係叫我講佢贏老妹，你想我偷佢，只敢唔敢講啊？娘嘅，想我佢來轉去，唔係鬼不看你，叫我逼佢係冇？你要你幹什麼？嗱，唔講啊，雙白係用，我也冇欠嘅，唔要來佢轉去。可俺哪能變嘛？朋友，來轉，不要，你給我轉。娘哎，馬書記，阿房姑，朋友，阿爺咩？你喺手度聽咗嘛？阿爺要含咗啊！阿房姑，你講翻，講翻。闺女啊，阿你對唔好咩？冇，因為冇阿叔，我送命咯。阿叔妹，唔係阿娘啊，阿娘哎，唔係阿娘。阿娘哎，你有冇做錯事，你做嘛虧咯？迄個唔錯啊，我明明記得，朋友注意嘅唔係我，我係只欺騙乞家，事情才會變到安樣。阿娘有冇帶包袱嘅？佢除了喺人來講，佢冇停來做，反而問講話，阿房出嚟點樣嘢啦？係啊，阿爸、阿妹，朋友無帶包袱嘅，佢無按算停價遐少。我買，聽我又冇講咯，有種事情啊，做嚟本人誤會啊。好啦，既然安尼吧吼，阿爸阿妹，因要就較夾頭嘅吼，留輕房留邊喐嘅粉絲，夾夾攀攀啊，冇本老母人家講吧。還有啦，一天天唔偏邊喐嘅啦，邊喐嘅安怪，唔好怪正啦。朋友，啥好呀？今年還種乜嘅喏？你都估個看有來係冇？明明就啲阿娘唔會加阿房，也係佢逼佢，因為也係有些錢橋嘅。亂講乜嘅呀？朋友啊，迄個白話冇嘅呢，我哋話從來都唔識，你當到係細情球嘅呢。既然乜也係有些錢橋嘅，叫加萬就加萬人啊，但也做低佢做。唔多講乜嘅吧，輕房係人親好嘅朋友呢，
你要做嚟怪家姑娘咯，我同講啊，一手死人大同酸啦，太哥，唔掂唔掂啦？二條仔嘛結婚啊，做咩交朋友啦？唔掂噶，我同講。以後交慢就交慢，你也都咁冇必記，我要做代記者。那是人啊！你講嘛嘅法？我個朋友係欺負嘅人啊！本來就要交本嘛，再欺負人同意啦。佢交本阿朱阿杰啊，要唔要加人一扎，害神野鬼啦！加人屁嘛嘅呀！兩數恐怖嘛嘅做麼？加人肯定是反薯條片麼？也跟聽說反數，我以後就比佢好人高啊，什麼還是有啦。有啊你才挑係麼？哪能去同佢傾方便啊？哼，咪同講啊！邊喐嘅啊？交本傾房真會幸福啊！好啊，唔識講安怎？偏要我交本買，也係我自家嘅事情。哎呀，冇方便留言啊！送啊！你也都小做嘛，門傳出嚟是準多，係冇？廖金日唔講乜嘅，隨你啦！因為老調就講啊，唔隨你有行動。你幫我食下爭落，咩掟落去啦？因為老調就講啦，因為講出來啊，因為朋友，你最近因為那條水變係冇？朋友，假使你係親生的模樣，像根本無做出你無講一聲，無通也會發，你係做如同也腳骨打斷人啲冇？我哋過嚟做啊！要揀肉啊？要風清肉咪？要炸兩個肉。兩個肉啊？係。哦，攏係拿去炸咯。阿妹，佢細到本啲。啊，佢係煮水面啊？似乎面嚟了，一似乎面。係咩？冇上堂，咁我咪長看唔出嚟呢。像迄咩，當初啊，人家有風口嚟講啊，就講唔起啊。啲哈，切家你嘛得嚟就聽人做哦，還唔是見笑哦。係啊，咁你一條面用到，實在很歐巴的。係咪？安尼水妹，要加來隨意。哎，該加門嘢切家留點用啦，唔是喊我背啊，下事加重。你講嘛嘅？你要講嘛嘢？啊，我做乜嘅？賣人講嘢啊？做乜偏不買房地？你這樣有本事老實講。講嘛邊講啊？敢做不到啊？你做啦！去快點講，去講嘢。快用，我先講講。係啊，用咪咯，係啊，我又冇講他好啊。阿妹，讓我講到安難聽嘅，兩解釋啦。佢雖然冇聽人做，不過也蠻要相信啊。你不可以相信朋友做好嘅啊？阿妹，嗰條細妹佢心肝都根本都冇輕放，佢都相當經驗嘅。佢日後佢頭腳一天唔會幸福啦。行講嚟啊，我冇希望佢做我老太心橋啦。好嘞，跟房龍朋友嘅事情，你爸會做主啦，你是10萬多啦。太啦，尤其是該上班的啦。因為講嘢都唔咩人嘅冇嘅，嗱你可以退縮起來下。阿爸，阿妹，像嗌係冇？攏會啦。既然對朋友到底按算樣辦啊？唉，那，迄有中醫記，
阿妹做主，含迄本土去啊。用班啊！你也是人终身太师哦，唔好讲啊！阿爸，老阿妹，妈好安孙，都你做主啊！阿妹，我记得飞牛中意嘅人唔明啊，我冇想我勉強佢。好，就按你家庭了。假使啊，迄按上的吼，家都留无啊。好啦，我就是算伢伊啦。先建议来哦，迄留无闲来吞者。可以从哦。唔看啊，时间已经无来哦。其实冇落去件不开的事情，等下就因合照抢分照结啊。来啦，来啉酒啦。欢迎，恭喜恭喜！你还请假的，人类做做得嘞，但下期做嘛该喏。刚也先说好的，等托朋友刚俺让保卡带保困。向州。来那个。 走啊！有哈，来，下手表演哈，来，形容形容，来，大家敬酒。阿爸没？哟。 我看唔出来，俺唔会识酒，俺饮酒了蛮好，饮不热哦，无水冇表唔杂。是啥？民众拄好了嘛该？本团队有奖，入营，伫下杯。
唔免，家迄嘛啦，都纸破价。纸铺价。嘿啊，阿妹讲纸破价变做民众大方，听讲这有神，可能讲的也嘛会显出来，说不定将来也唔会。真紧，有让冇让？三壮啊，唐讲今日刘某跟他小夫的拖飞肉巴里。嘿呀，哪没有唐讲？我你手金房系咪？哎呀，我手跟他好生人哦，条路扎扎超我上唔开呢哦，然后头摆都是枪呢。哎，我要从来都唔是看出来了。我冇讲都唔知，我头摆落去慢慢哦，因为爱到尾三尾四过来呢。嘿安尼哦，我老当年就喺做媒人结婚嘅咧。做媒人结婚就做唔到爱到尾三尾四哦。一天都少年张我做得呀，系啊，系啊，其实没安尼讲啦。嘿啦，当然，哎呦，有人追我两位哦。啊？哎，慢人哦。哎呦，嘿，哎，这唔系金房咩？哎呀，当上金房咧。哎，金房啊！哎，金房啊！哎，金房！哎，你我这两位啊？唔会失志，我也是按追咯呀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阿金。哎，我哋去参加个婚姻个结婚典礼的啦。一天黑啦，一天。怎么是水来？来，风筝衣，来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是按追做嘛？哎呦，还红哦。見行見呀。
不用啊，你要按照账号来赊账啊。阿妹，走。阿妹，想吃茶？刚好中山帮来订到了杯新球茶咯。无啦，你无相爱。阿爷咧？阿爷还在睡诶。朋友啊，所以一家人咧，还得讲了就袂做乜解喏。阿爷啊，托马拢来讲过咧，好歹啦，唔跟伊无天天给伊尔。佢做事情啊，是顾前啦，无顾后哦。好歹那个来电了。唉，阿爷啊，从小到大吼，阿妹是那个无法度啊。哟，刘家夫人家全部按做风诶，连做出做好诶，还有茶好食。阿妹，要买茶？新球茶无。买个新球茶，哎呀，我无谈过喏。阿妹去。你无啦？阿妹，讲个先出来。有看清楚吗？有啦。你讲爱买啦？阿妹，金芳啊，上班时间到的呢，好放松的。你今日有法度上班无啊？做得。啊，看唔免说按查，今日请假日好啊啦。我打电话去报查电话，讲一下。不是啦，哪有人很多就抢假的？因为其他去吐是挺麻烦的。小便宜啊，是不是变太便宜了？我去上班，这样去看欣赏啊。爸母不骗人的嘛，你要看见嘛？哼，你做拽天天啊，讲嘛好兄弟好朋友啊，还看你良心嘛？做就不叫人是第一了。还蛮透啊。所以托三含那种。特夫。做出爱到爱啊！我也叫唔叫个很辛苦。
沙，是祖先行步嘅